一、二、三，人生啊，若做梦，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共。我破心天满空等，你借灵眼对我还，我要如何搁再将你揽？谁人穿过世间有我等，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。我无一字声，时间啊等无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。今天要介绍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杨哲最新的歌曲《人生梦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歌谱。来把歌谱拉好。来，这首歌是2024年8月3日，不就才几天前而已嘛？对嘛？现在8月都还没过完哦。这个小滚滚的噗噗啊，不到1个礼拜的新歌啊，《人生梦》推荐给大家。作词作曲是豪记唱片公司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。这是一首 G minor 的歌曲啊 ，G minor 啊，那就是来看一下，我们找到钢琴上 G 的这个音，你要唱什么？因为 minor 歌曲你要唱拉，那它的哆在哪里呢？你从拉升3个 key 就是它的哆。这首歌呢，它的哆在哪里？1个、2个、3个，它的哆在这里。哆C 在这里 C 拉，那嗦呢嗦要降2个 key，嗦就要 F 大的F 的这个音所以这首歌呢 G 麦啦，你找到 G 这个音要唱拉，答对了，太棒了来，我们回到歌谱上来。这首歌呢是4拍子的歌曲，来你看这里1个小节有4拍来1、2、3拉半拍，咪嗦半拍，果然是4拍了40拍子的歌曲，4分音符当做1拍，4分音符呢1分钟有72个那就表示它这是表示它的速度也速度呢跟我们心跳差不多呢心跳，我的心跳用这个运动手表的74、75它72很接近我的心跳。来，停停停，拉咪嗦嗦咪2、3，瑞瑞哆哆啦2、3，拉咪嗦嗦咪2、3，瑞瑞哆啦，人生那做梦，再一次来，人生2、3，那做梦，人生那做梦这个前短后长，这个梦也是前短后长，只是这个前面这个哆呢，我们不用唱，因为被做弯弯的连接线连走了。那做梦，好，过来这个哇呢，前面的3/4拍，哆0是半拍，又附点，那就又加1/4拍，所以这个休息3/4拍，后面的1/4拍才用哇来1、2、3、4，嗦啦哆啦哆，瑞瑞瑞哆瑞咪2、3，嗦啦哆啦哆，瑞瑞瑞哆瑞咪2、3，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共。这个龙呢，这个龙呢，这个 re， 它的头顶上有一只毛毛虫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音呢，要转音要转音，把它画在这，龙无共这个无呢不呢不要的不呢有2个音这个港呢港这个同呢不龙不同，这个同有滑音，从 re 滑下来，来，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共。哆瑞瑞瑞瑞哆咪瑞，哆瑞瑞瑞瑞哆咪瑞，再一次来停，哆瑞瑞瑞瑞
哆咪瑞，我破心天满空等，我破心把心破开，把心破开啊，给你看看天满空等啊，这个心呢填满，他唱那个杨哲先生唱的是天满啊，个天好满啊，把它填满了，我破心天满空等满要转音啊，要这个有毛毛虫了，我破心天满空等，瑞咪咪瑞哆瑞哆嗦啦，瑞咪咪瑞哆瑞哆嗦啦，瑞咪咪瑞哆瑞哆嗦啦，这个哆瑞哆啊是一个切分音，哎，老师忘了红框框把它框起来，请大家自己框一下，瑞咪咪瑞哆瑞哆嗦啦，你就灵感对我还你。就灵感对我还的，这是一个文音呐哈，文言文啊那白话音怎么念？还哎呀啊你甲牙去河山袂记害我，哎对对还啊这是个文音，我们要文言文的音要都还，你就灵感对我还，我破心地哆瑞瑞瑞瑞哆咪瑞，我破心天满空等，你就灵感对我还。哆嗦嗦咪嗦啦哆瑞哆哆啦二三四嗦嗦嗦咪嗦啦哆瑞哆哆啦二三四，我要如何过？在众里啦，我要如何过在众里啦？二三四，来，接下去还有来，瑞瑞瑞瑞瑞哆哆哆瑞哆哆嗦啦，瑞瑞瑞瑞瑞哆哆哆瑞哆嗦啦，再来一次，瑞瑞瑞瑞瑞哆哆哆瑞哆嗦啦，啥人穿过这间有我当。啥人穿过世间有我当，啥人穿过世间有我当，啥人穿过世间有我当，啥人穿过世间有我当。瑞瑞瑞瑞瑞咪瑞瑞哆哆瑞咪，瑞瑞瑞瑞瑞咪瑞瑞哆哆瑞咪，瑞瑞瑞瑞瑞咪瑞瑞哆哆瑞咪，情那千金也会变孤单。情那千金啊，情像千金那么重啊，也会变古当啊，也是会退了啦哈。这个金都变成旧铜了哈，破铜烂铁了啦哈。来，情那千金也会变古当，情那千金也会变古当。咪咪嗦咪咪啦二三，咪咪嗦咪咪啦二三。咪咪咪咪嗦咪咪啦二三，我无一滴香。哎，我们唱到这个香的是我无一滴香。哎，你那个香啊，要唱把它这个尾音呢就像我们老师给大家介绍发声练习，我们叫什么叫猫喵一样喵嗷呜，哎，我们读这个字，唐基，我们在念歌词的时候呢，都有字，这个字的字首就是字这个头了那个字腹啊也中够也尾音，那我们都要念出来，香，哎，要变成昂，要把它念出来我不记得香，哎，要高上去，要够高来。啥人穿过世间有我当，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。我无一滴，哎，对不起，来错了，我无一滴香。咪咪嗦啦二的，哎，来，这样子呢，主歌就唱完了。我们先把主歌连起来唱熟，来，从头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人生啊，二三，从头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人生啊，二三，那做梦，
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共。我破心天，我都我破心天满空等，你就灵眼对我还。我要如何搁再将你男儿暂时？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，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，我无一理想。对不起啊，岳云老师跟大家一样也不够熟啊，所以唱的中间有错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来，希望能唱出一次不错的。来，人生啊，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人生啊，那做梦，我想要圆满，结果拢无共。我跳心天满空等，你就灵眼对我还。我要如何搁再将你男三子？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，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。我无一理，又错了，来，对不起，再来一次。我无一理想，拍谁？大家陪我再来一次。我无一理想，要记得收尾音，再来一次。我无一理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副歌。来，我们看副歌。咪咪嗦啦儿啦，嗦嗦啦嗦咪儿咪啊，来，你看这个咪咪嗦啦，这个啦呢，一拍两拍，这里还有半拍哦，这个是拉。那它后面呢，它有高上去的地方，一样是啊。来，咪咪嗦啦儿，嗦嗦啦嗦咪二三，再一次咪咪嗦啦二，嗦嗦啦嗦咪二三，时间不说无等人，等人，时间等人二三。咪瑞哆瑞瑞瑞瑞哆哆瑞咪，咪瑞哆瑞瑞瑞瑞哆哆瑞咪。岁月已经染出白头鬃，岁月已经染出白头鬃。时间等人二三，岁月已经染出白头鬃。咪咪嗦啦，嗦嗦啦嗦瑞咪，这个时间呐，这个缘分呐一样。咪嗦啦，可是这里单人这是不由人不一样啊。嗦啦嗦咪这里嗦啦嗦瑞咪不一样请要注意来缘分来咪咪嗦啦二，嗦嗦啦嗦瑞咪。咪咪嗦啦二三，嗦嗦啦嗦瑞咪。缘分不由人，缘分不由人。瑞瑞瑞咪瑞哆瑞瑞瑞瑞咪瑞哆啦，心也不愿放，来，心也不愿放，再一次，心跟都要闭口，心也不愿放，哆啦嗦啦嗦咪咪，情转音带进来，情也不愿放，情也不愿放，来，我们从这里来，心来，心也不愿放，情也不愿放，啦啦啦哆瑞。
啦啦哆瑞瑞瑞瑞瑞咪啦嗦咪咪嗦哆啦啦，啦哆瑞瑞来，人生哪会当，哪会定来一回，甘会当如我所愿。人生哪定来一回，甘会当如我所愿。啦啦哆，哎，这个的啦啦哆呢，是一个，你看0661有没有啊？这是一个4连音，但是它第一个音不唱，休息。啦啦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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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就是这样唱。然后后面呢，后面又是一个4连音，来，我们把它连起来唱唱看。啦啦哆瑞瑞瑞瑞瑞咪，啦啦哆瑞瑞瑞瑞瑞咪，人生啊，中来一回甘会。人生那中来一回，定来一回来。人生那定来一回，甘会拉索当咪咪嗦哆啦啦，如我所愿。人生那，人生那。人生那4连音第一个音不要唱来，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，如我所愿3、4。不过呢，哪会当这一个小节呢，只有2拍，请要注意，我改成2、4拍子，有没有？来，这打说完呢，又改回来40拍子啊，所以请要注意啊。接下去呢，还是都40拍子，所以这一首歌呢，只有这一句是20拍子啊，对，只有这个地方，哪会当这个地方是20拍子啊。来，我们从哪里呢？从副歌来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给它调好来，人生啊，来，人生啊，不等人，哎，对不起，时间啊，来，时间啊，不等人，岁月已经染出白头鬃，缘分啊，不由人。心严关放，情严关放，人生啊，定来一回甘会当，如我所愿3、4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一遍就唱完了。好，第一遍就唱完了。接下来间奏3小节，然后停停停。咪啦咪嗦，哎，好熟哦哈，对，就是又从头反复了哈，大家好啊，那个用从头反复呢，又继续唱到哪里？如我嗦啊嗦啊，这个完只有高帽子一，高帽子一，高什么2的都在家啊，如我那会当，如我所愿2、3，人生时间啊，哎，这里就接谁拗的，对不对？高帽子接谁拗在哪里？哎，副歌啊，时间呐，单郎啊，然后又唱到这边呢，人生哪会当，哪会啊，哪定来一回。甘会当如我又这高帽子一这高帽子2啊高帽子3呢啊没有啦，那加要突扣打，所以我们要去找扣打啊，我没有写高帽子3，我们要去突扣打，你知人生那中来，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，咪嗦嗦嗦啦，哎，第3次不一样哦哈，这里第2次，第1次、第2次的咪咪嗦哆啦啦低下去的啊，第3次呢？啦啦哆瑞瑞瑞瑞瑞咪啦嗦咪嗦嗦嗦啦，哎呀，高上去哈啦，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，如我所愿。停啊，这样子这个2遍半就唱完了啊。来，刚刚来给大家呢整个的这个怎么讲统整一下啊。来，一开始呢，从人生啊哪最忙开始唱啊，唱到哪里啊？人生啊定来一回，甘会当如我所愿啊，间奏3小节又反复从头又唱人生啊哪最忙，我们又唱到如我啊，请跳高帽子2，所愿啊，所愿呢有一个所半拍，愿半拍，然后过一拍，然后
那个副歌，人生啊。哎，然后呢，接副歌之后呢，等人对吧？哈，啊，搁继续唱，搁唱个人生，人生那定来一回甘的，哎，来唱跳扩大，当如我所愿。停，好，这样这首歌呢才有唱完。来，我们来唱。哎，我们刚才第一遍逐字逐句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一个句一句，都给大家介绍完毕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唱第二遍，然后连副歌，再连扩打啊。那我们唱到有的地方呢，哈，哎，也比较要注意的，我可能会暂停下来跟大家再一次的提醒哦，哈，所以请注意来，从头来，1、2、3，人生啊。那最梦，这边请要注意，那最梦不是 re do la， 没有，这个都还要延长1/4拍，所以你要稍微拉长一点。那最梦，那最梦，那最两个音。A 梦啊，在这里，那最梦2、3，我想嗦啦哆啦哆，我想要圆圆；嗦啦哆啦哆，我想要圆圆。结果拢无共，我破心填满空等。来再听一下，填满啊！杨哲先生下的是填满啊，我破心填满空等啊！来，我破心填满空等。我破心天满空等，你就灵感对我还，我要如何搁再将你男儿3、4，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？哎，这里请短短的就好了。啥人亲过世间有我当？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，我无一粒香，这个香大家刚才有给大家提醒，香，请要打开，而且声音要上去啊，要收尾音。情那边啥人亲过这间有我当？情若千金也会变孤单，我无一粒香。时间啊，等人2、3，明日岁月已经日出白头鬃，缘分啊，不由人。心也不愿放，情也不愿放，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来，请跳这个高帽子2啊，要跳高帽子2啊，来。人生那定来一回甘会当，如我所愿2、3，时间啊，等人。岁月已经日出白头鬃，缘分啊，不由人。心也不愿放，情也不愿放，人生若定来一回甘会当，如我所愿。停，哎，刚刚我们唱最后一遍扩打的时候，你这里有高上去吗？要记得如我要高上，哎，这个如我所愿，喂，它本来都是如咪嗦哆啦啦，如我啊，这里呢咪嗦哎减了少了一个字啊，那嗦完啊，它是哆啦啦啊，它是嗦啦啦，要嗦啦要高上去啊，这就是今天呢介绍给大家的。香喷喷、庞公公的最新的刚出炉的杨哲的新歌《领星帮》啊，这个8月23啊，前几天呢才首播的啊，介绍给大家。哎，欢迎大家先到 YouTube 频道去听一下杨哲的作品，再回来学唱这首歌，就觉得更有 feel。哎，今天这首《领星帮》
就介绍给大家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